后来从大杀死亡的海地的总统摩伊士，甲台湾的关系一直拢袂歹。听到消息，总统府甲外交部拢伫第一时间表示哀悼。台湾甲海地建交65年，摩伊士捌伫2018年率团来台湾。总统蔡英文嘛，伫2019年到海地去访问。虽然讲去年一度传出两国的邦交有变化，也毋过随着新大使顺利来到台湾就任，这个谣言嘛不攻自破。而咱的邦交国面临着重大变故的这个时阵，外交部发声明，讲会密切来注意着海地后续的政局的发展。蔡总统嘛来强调讲，咱甲海地是风雨同路。今天非常高兴，接受海地潘恩大使陈迪到任国书。总统蔡英文6号才伫总统府接受海地的大使潘恩的到任国书。第一天嘛，请台湾驻海地的大使曲文健向海地的总统摩伊士问好。不过，昨摩伊士就证实杀害死亡。总统府嘛随发出声明，表达真深的哀悼，强调陪海地行这段路，嘛只是外交部要确保台湾侨民的安全，和海地的合作建设嘛继续推动。也同步向海地政府来表达我方诚挚的慰问跟哀戚。我们看到海地近来治安情势相当严峻，政局也持续动荡。根据我们驻海地大使馆掌握，在海地的国人跟侨胞都平安。蔡总统2019年的自由民主永续旅行第一站就是海地，当时和摩伊士共同为在地举办的台湾商品开幕典礼精彩。不过，就是因为海地的政局长期拢真不安，为着维安的考虑，蔡总统当时干那留4点钟。台湾和海地的邦交伫2018年到2020年一直传出有变化。摩伊士嘛亲身伫2018年来台湾化解团圆。Aujourd'hui, j'ai l'occasion de vous réitérer la volonté d'Haïti et son ferme engagement d'œuvrer au maintien et au renforcement de ses liens historiques. Vous avez devant vous un ami sincère. Nous souhaitons vivement que nos relations puissent trouver un élan nouveau et s'orienter vers la construction d'une alliance stratégique, multiforme, capable d'assurer de façon durable l'avenir et le progrès de nos peuples. 摩伊士杀害，互台湾和海地之间的邦交可能会有变化。即马就毋望海地国内情势会使赶紧稳定，互两国的邦交嘛会使长久不变。